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朝为你啦》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46例本土病例，嘛增加46例境外病例。本土病例高雄是有12例，台南有1例哦。甲高雄的确诊者嘛接触。另外，桃园是增加29例，阿条今仔嘛增加14例，所以佮继续停工。桃园龙潭的退休人士嘛，佮为何4个人来听指挥中心伫报上介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有46例，那境外移入的也有46例。高雄这边的港区相关的一个病例相关的案例有12例，职场里面的相对，那另外就是有一个亲密的接触者，是一位台南跟在高雄的一位接触的确诊者，然后在高雄跟18533一起共餐。那桃园总共是29例了那昨天在那边总共采检了2789人2789人，那采出5位是阳性，那都是我们本国籍。像我们这次用采检分级，所以除了亚序之外，其他可能就是要陆续的复工就是一个龙潭退休的人员，所以他姐姐也因为这样子也确诊了。然后另外呢，他们在同餐厅在用餐的时候，另外也有3位是确诊。本土疫情各公告，桃园市政府早起开防疫会议，针对幼儿园晚向自由贸易港区，会来搁做第2届的采检，搁加上农地去龙潭爬山的人，这3条传播链拢有新增加确诊病例。市政府嘛宣布讲所有私立幼儿园明仔载开始休关咯。这间幼稚园内底是空无半人，八地某一间幼稚园，一对姊妹一个6岁，一个3岁拢确诊。市府拜二针对幼稚园进行专员的采检，加上家长拢总共664个人做采检，即马阁有新增加确诊的个案。幼儿园这个确诊的这个幼儿2位，那我们进行全员的筛检。那目前居隔的86位师生，那采检了664位。新增的确诊个案，我们一并下午说明。根据统计，目前桃园市17间学校，拢总22个学生甲2个老师确诊。市长陈文灿表示，伫幼囡仔之间是较够互相相话。公立幼稚园、非营利幼稚园，抑佫有学校的附设幼稚园，拢已经提早休关。嘛宣布私立幼稚园提早2天，也就是明仔载开始休困。那为了让私立幼儿园也更安全，那请教育局通知各私幼。明天开始就可以放春假，那按照规定来处理这个费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对，反正能早点通知我们就早点跟那个公司安排，对，这样会就比较好。除了桃园的部分，晚向自由贸易港区，针对2789个人做第2届的采检，嘛有出现阴性转阳性确诊的个案。另外，龙潭确诊的第3者感染源也在调查。不过，科例采检了后，阁有新增加确诊的个案。市府决定伫八地甲龙潭拢增设一个采检站，要来持续扩大采检，希望量早阻断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新光汇轮的确诊者阁继续在增加，因为确诊者捌去过基丁，市政府昨日宣布讲，防疫措施要加严，餐厅爱有隔板，嘛爱落实实联制。庙会等大型的活动是先取消哦。餐厅业者是真烦恼，讲日子又阁要歹过咯。员工提出采检阴性的手机证明家己的健康。餐厅的桌之间也让较远，采隔板。高雄市府25宣布加强基丁的防疫措施，要求餐厅采隔板，民众爱实联制。业者随忙配合，也怨叹讲，确诊者去过遐济行政区，说干那基丁的防疫变严格，这是无啥公平。出去一片布像小港前阵也都蛮严重，为什么只限定期间的餐厅内用需要隔板？对你这样一限定下去的话，就变成。消费者对来期间消费的意愿就会降低很多。你看谈一人都无，谈一拜六礼拜都拢无人诶，拢无外客入来啊！你若外客入来，会惊。确诊者有去过基丁真侪所在，员工也受到影响。业者只有试饼防疫，互游客安心。那餐厅1月25起的14天内，婚礼、庙会等大型的活动拢会取消。卡拉 OK 和小食部唱歌拢会挂翠暗，社区关怀据点也会暂停。实体课程是暂停服务，但仍然采线上课程，持续与长辈互动。
至于有送餐需求的长辈，我们服务仍不中断。高雄新公轮的确诊继续增加，市府2日透早针对高雄港34甲36码头，各有前镇的市民服务中心等所在采检，毋忘推出所有确诊甲疫情控制号条。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炭烧，阿东病的一个护理师17确诊哦，伊翁甲2个囡仔伫隔离期间验 PCR 嘛验着阳性，昨半暝又搁传出讲病院有一个病人甲囡仔嘛验着阳性。台北市抗疫百货公司因为一个杂志的编辑离去参加名牌班的活动哦，后来嘛验着讲有病毒，囡仔嘛暂停营业1天哦。台北市松山区一间幼儿园毛老师确诊，嘛要人来做采检。台北疫控疫各部中心提出告示牌，因为有确诊者行踪2日暂停营业1天。不过商用业甲警员台正常营业。台北市卫生局证实，确诊的是一名12个编辑，185、180。21捌到台北疫控疫出席活动，现场要个搭病零丁9月10部名车，因为行踪实在伤过济，目前还在考虑疫调当中。这12编辑是台北市房仲137的客户，14捌到庭看厝。不过煞第24才确诊，怀疑也有其他的感染源。说如果那天感染的话，不应该到1月24号才确诊。正常这个应该是5到7天就会有发病，所以我们也在怀疑说这是不是传染的时间。他其实很早就有点症状，所以他一直都在看医生，可是他就是没有想到去采检。另外，台北市松山区一间幼儿园有老师确诊，25马上通知幼儿园180名师生停课14天，扩大抗疫疫调。市府也怀疑这个台北市房仲18375的有关系，因为房仲捌甲一个朋友食火锅，这个朋友也去幼儿园附近食面，确诊者老师迄时阵也伫面店食物件。在怀疑说是不是在这个面馆里面互相交叉感染。面馆的部分我们也在把它扩大框列，也就是说用餐的时候还是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风险。阿东病院一名护理师17确诊，先生甲2个囡仔隔离期间采检 PCR 阳性，25半暝佫传出院内一名病人甲囡仔拢是阳性确诊。医院的病房的所有的患者，再加上医护同仁，那采取 PCR 都是阴。甚至包括他的家人也采取的都是阴。那目前整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厘清当中。阿东病院也发出声明表示，院内每礼拜普胎超过5000人次，已经进行第3轮，拢是阴性。这礼拜对住院超过7天的病人采检，验出1名阳性患者，紧急体检家属、共同的朋友甲陪病人，护理师拢是阴性。只有确诊者后生是阳性，研判是后生先染疫，不过要等疫调了后才能确诊。阿东病院也强调，这个病人甲进前染疫的护理师是无共款流程、无共款病房。记者综合报道。昨暗防疫巴士伫高雄一间高中哦，甲学生啊载去防疫旅馆。高雄市卫生局嘛证实讲，因为这间学校有确诊者，所以全校考出151个接触者隔离。这个确诊学生嘛有去考学测，同一个考场嘛考出214个人来做采检隔离，目前哦拢是阴性。昨早起伫高雄大寮有一个查某人，莫德纳疫苗注射不幸过往哦，嘛已经向中央通报疫苗不良反应了。大只巴士停伫校门口，规定的老师学生穿着防护衫、挂防护目镜，准备上车，要去防疫旅馆隔离。高雄市政府证实，这是确诊者所读的学校。伫会当传染期间，2人的来捌去过学校，全校有考虑151个人，32个居家隔离，119人自主健康管理。福利社这家杂货店基本上经过我们的疫调，里面有4位同住家人。那除了这2位之外，另外2位到目前。我们采检的结果是阴性。确诊的学生伫1月21日才拄考学测，过2天就检出阳性，算是高雄港群聚第2批受人感染的对象。也因为厝内面的人伫基顶经营福利社，接触到确诊者和妈妈做伙染疫。卫生局表示，确诊者所去过考场有考虑214个人，也因为接触者算是会当掌握的特定对象，所以无公布地点。考虑的对象继续伫咧采检，目前有检验报过，验出来拢是阴性。对啊，昨晚有啊。有家属来这边送东西。有送啊，昨天晚上就有送啊。
除了疫情压起来，有一名糖尿病史，也有大气喘70多岁妇人人，伫5早起8点外，伫高雄大寮一间诊所注第3档莫德纳疫苗了后，规个人定起，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市政府表示，已经向家属慰问啊，也通报卫福部疫苗不良反应，希望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阁有一寡病例找无感染源哦，有医师是表示，只要阁有不明感染源的病例，就代表疫情还未转好。公共卫生的学者是认为，咱国内第一个目标是爱甲动静清零，就是尽量唔通有动静的病人。所以呼吁民众都爱赶紧去注疫苗，嘴也嘛爱挂好，爱保持社交距离。另外，第21期疫苗第3档，今仔早起10点开始预约，这月初5地当开始注。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清悬，高雄各地第8条传播链验出 Omicron 菲律宾株 BA.2， 虽然甲新光轮群组有关系，毋过感染源无清楚。有感染科专家就表示，若是还阁有找无感染源的案例，就代表疫情转好还阁一段时间，因为毋知病毒已经伫社区传播偌久了。如果我们感染的人数多、速度快的话呢，我们的疫情就早一点结束。如果我们感染的人数普遍每天人数其实少少的，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呢，除非有好的方法，不然我们的疫情就会拖比较久。有公卫学者表示，目前国内疫情依然有2大隐忧：第一是无疫苗保护力族群恐惊发生动静死亡；第二是大量轻症患者恐惊会影响经济发展。学者认为，现阶段依然无法度甲病毒共存，第一目标应该是伫动静清零。那每礼拜确诊数控制伫350人以下就应达成。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达到重症清零的情况之下，不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受到损失，不至于让我们的轻症太多的情境之下产生所谓的这个生产力的损失。另外，专家也提醒，最近本土个案当中，比10岁以下确实囡仔就占12%，拢是甲互感染。因为这年会无法度注疫苗，甲人口检测甲公卫措施来保护。第21期新冠疫苗第3期，2日早起10点开始开放有效。那年满18岁注完2期，满12礼拜人就符合资格。相近伫1月初7就应开始注着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咯，真侪民众拢对国外返来到台湾，指挥中心是规定讲，回国民众得爱先住伫防疫旅馆哦。为了要避免防疫期间制造粪扫可能会造成病毒的传染，台中市清洁队是加强粪扫的消毒，来保护清洁人员甲市民的安全。标准的从防疫旅馆排出之后，我们7天会来一次。为什么7天？就我们让它先曝晒。那另外，我们进到我们的掩埋场之后，我们再放置14天，好，一样都是隔离。那这中间万一有人传出，因为毕竟是14天之后有可能会通报，那我们还可以找出这些废弃物，特别来加强消毒，特别重视后面的处理工作。所以我们会做区隔，每一家来我们都会注记这是哪一家，什么时候收的。台中市计共有47间的防疫旅馆哦，对今年10月初1到24已经收45000公斤的粪扫了。春节期间2到未到初6是无收粪扫。台中市环保局嘛呼吁讲，伫防疫旅馆嘛是爱做好粪扫分类甲消毒，来减少病毒传染的风险。咱再来看台南市昨是新增加2例哦，加上最近大家防疫态度有较放任，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表示讲，要针对无做实验者民众来处罚，上济是当罚15000块。也毋过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并无相关的罚则哦。台南市长黄伟哲今仔个表示讲，稽查甲裁罚是地方自治法的权力，会佮甲中央来沟通。今日去安南区的果菜市场内底，大阵的工作人员徛伫门口，要严格审查民众敢有做好实验者。因为对2日开始，民众若无做好实验者，可能会互罚3000到15000。是可以接受啊，对，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情形，就是大家都还蛮担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按照规矩来。罚款可能会让大家比较能遵守。安尼对阮以后啊，安尼对阮来讲较有保障啊。
200多天无本土病例，台南25新增加2个本土。台南市长黄伟德伫防疫记者会强调讲，民众若是无做好实验制，就要罚钱。多数民众无意见，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捌讲过，实验制毋是强迫。针对这件代志，黄伟德强调讲，这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有关要罚钱也向中央说明。包括实联制的部分，去年我们就已经开了300多张的罚单了，那怎么会无法可依呢？那所以说，我相信，我们跟尊重部长的一个讲法，但是因为实联制的部分是属于这个稽查跟开罚是属于地方政府，那我们都已经实施有一段时间了。黄伟德进一步强调讲，做好实验制疫调才会顺利，市府也毋望民众爱真正重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副总统赖清德25出发去洪都拉斯，准备要参加新任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哦。飞机伫美国西部的时间25透早6点半飞到洛杉矶。咱国的驻美代表萧美琴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莫根，拢有亲身来接机哦，嘛有将8位侨胞伫现场来接机。咱个驻美国代表萧美琴伫面册放假副总统赖清德做伙翕的相片，欢迎赖清德来到美国。赖清德嘛随伫饭店甲17个美国无共党派议员视讯会议，来讨论台美的经贸关系，佮有面对中国威胁等等的议题。连续有几啊场的线上会议，伫洛杉矶停留24点钟哦，会伫当地时间明仔载6点半来出发前往洪都拉斯，30就会转来到台湾。再来看有风声讲，政府上紧明仔载会宣布开放日本福岛食品的进口。行政长苏贞昌今仔早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无直接回应，嘛无否认。苏贞昌是表示，想要参加高水准的国际贸易组织，就要体现出咱国愿意遵守国际规范，是达到信赖的贸易伙伴哦。目前全世界嘛只剩台湾甲中国禁止福岛5县市食品的进口。苏贞昌嘛强调讲，政府会以科学证据、国际标准来保护民众的健康。有媒体报道，日本福岛地区的食品上紧伫过年前就会开放，可能伫立法院完成总预算协商了后，上紧伫27就会来对外宣布。行政院长苏贞昌2日早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是无否认这件代志。全世界到现在就剩下台湾和中国禁止福岛5县的食品进口，而我们会依照科学证据、国际标准，保护国人的健康第一。这个消息传去到立法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临时举行党团干部的会议，讨论对策，然后参加总预算协商。而且伫协商的时阵，轮流质询外交部长吴钊燮，敢是开放福岛地区的食品都会当参加 CPTPP。我们加入 CPTPP 可能性高不高？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入 CPTPP， 这个是一个战略的选择。那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来协商，让我们能够加入 CPTPP。有辐射的东西我们非常需要，我们有这个需要吗？是不是有急着要进口含有辐射的这些食品进来台湾？这个前提就错了，就是有辐射的全部都要被我们挡在关外。你说的哦，台湾这句话记下来，来，具有，请一之路一定要记下来，有辐射的全部都要挡在关外哦。虽然吴钊燮强调讲，外交部毋是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的主管机关，不过国民党团要是把握机会做质询，表达对这项政策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地检署昨以伤害、妨害自由等8大罪嫌来起诉对立委高嘉瑜起卡动手的林秉厝哦。另外，国民党团提告林秉厝涉嫌洗钱等告诉，只有伪造文书有起诉，其他拢无起诉处分。针对敢有传播私密的相片哦，高嘉瑜的律师是表示讲，这部分检察官并无交代。涉嫌拍立委高嘉瑜的林秉厝，去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即马要满2个月啊！新北地检署25前早终结，以妨害秘密、私刑拘禁、强制、妨害电脑使用、伤害甲恐吓等8大罪嫌，甲林秉厝起诉，并且法院爱甲伊判重刑。这个被告在犯后，对于整个犯行的部分避重就轻，那就其犯行并无真自知反省请求。
法院从重量刑。检方批评林炳初甲高嘉瑜交往的期间，对女性的婚事甲人格无尊重，而且无经过对方的同意，就偷甲对方私密的影像下载落来，还佫指示2个女助理甲姓陈的朋友，甲伊斗伪造文书来甲高嘉瑜恐吓。不过检方是甲这3个人以原起诉来处分。毋但伤害高嘉瑜，林炳初的财产甲资金的流向嘛受到大家质疑。国民党团告发林炳初涉嫌犯洗钱防治法定罪，不过检方仅起诉伪造文书，其他的部分是以不起诉来处分。目前高嘉瑜委员呢，并没有要民事求偿的这个打算因为也是要让林炳书先生接受法律的制裁。现在起诉之后呢，如果林炳书先生呢这个行为他居然都是否认犯行，那这部分呢应该有继续予以羁押的这个必要。虽然林炳初已经防起诉，不过高嘉瑜的委任律师表示，针对林炳初敢是有意图散布其他女性的私密相片等等的问题，也未厘清。侦查过程当中，嘛捌提供事证给检方，不过检察官无对这个部分的事实做处理甲交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一个越南的美国人如果指控旧金山的检察官办公室办案不力，才互攻击伊的嫌犯无妨起诉。伊嘛对检察官提出告诉，为了避免州份亚洲的犯罪搁再发生伫过年前，旧金山的市政府嘛宣布讲，会来加强亚洲的社区的巡逻。越南的美国籍的案例，自古针对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因为未当专业侦办，和拍人嫌犯无得到应该有的处罚。The adult male who attacked and assaulted me is 250 pounds. Although he was arrested for felony terroristic threats, felony elder abuse, and battery, the San Francisco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allowed the adult male attacker to plead to a misdemeanor. 案例是伫指控19年11月，甲10岁后生伫旧金山街路散步的时阵，好这查甫人用棒球棍攻击。案例甲伊律师认为，检察官办公室无动用尽可能资源办案，将这查甫人起诉。23旧金山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鲍丁则表示，正咧调查相关委员会提供犯罪受害年岁较大的人协助，因为农历过年就要到啊。当局宣布加强爱的社区治安管理，避免更加多的犯罪事件发生。The number last year go up to 60. That's a 567% increase. 按过60件案件当中，有超过一半是共一人所做的。当局表示，嫌犯伫去年8月已经被抓起来，不过也承认无得靠未招受害者的迄时阵无报案，实际发生的案件可能更较多。相关受害犯罪增加有部分原因是疫情期间，前总统川普以中国病毒等言论震动所致使。根据旧金山州立大学研究，2010年3月到2011年9月期间，都对象到超过1万件受害事件。美国人公然被抢被拍画面，一直伫社群媒体传出来，有真侪年岁较大人因为心过惊，唔敢出门。公司新闻恩云玲朋友。奥密克戎增高小月，南韩的确诊病例人数嘛是个真侪今仔就增加13000例，是疫情发生以来上侪一天。南韩政府嘛甲防疫限制延长到农历过年后，包括餐饮的宵禁令所有真侪业者是真反弹，有人上街头甲头门剃掉来表达抗议。超过200个南韩的小企业主，25去首年的街路，伫咧国会大楼附近，甲头毛剃掉的方式，抗议政府延长餐饮业宵禁的时间，加强防疫限制等等，互因无法度做生意，无生意生活就会吊顶，根本就活袂落去。有人甚至目屎都安尼流落来。 월세가 밀려서 명도 소송을 당하게 되고 직원들은 하나하나 내보내야 되고 정말 제가 사는 게 아닌 삶을 계속 살아가고 있습니다 지금. 去年南韩捌实施甲病毒共存放零防疫限制，想袂到确诊人数开始压悬，传染力悬的Omicron入侵了后，确诊人数直头增加。国务院将爱伫12月份重新国有按防疫措施，包括餐厅、咖啡厅、酒吧，爱伫暗时9点进前休困。最近政府宣布，
这规定会延长到新家，互原本生理就土做食的业者是艰苦甲袂晓讲。 늘 보상하면서 정부는 우리에게 실질적인 보상을 해주지 않기 때문에 실질적인 손실 보상과 영업 시간의 자유를 얻기 위해서 나온 겁니다. 오미크론高位团轻症济，原本欧洲防疫上界严格，荷兰即嘛记载袂调。这一礼拜以来，新增加36万外的确诊，政府决定调整政策，总理吕特宣布2日开始放零限制，餐厅、咖啡厅、酒吧会当营业到暗时10点。不过人客要需要有注过疫苗才会当入去。 也若运动甲文化场馆人数限制是1250个人，不过夜店要是维持爱关起来。另外一方面，美国药厂辉瑞甲德国生技公司 BNT 2月宣布，针对变种病毒 Omicron 疫苗，已经开始招募成年人做受试者来做临床试验，测试疫苗的安全性甲免疫反应。辉瑞执行长博尔拉顶日表示，辉瑞会当伫3月底进前申请 Omicron 疫苗主管当局的核准。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来看希腊落大雪哦，道路结冰、停电，真侪基础的设施拢故障哦。民众是咪讲政府的反应上过慢？另外，土耳其哦嘛因为落大雪，飞机帮万分，有几百个人互调伫机场。 北方西阿尔皮斯教会，希腊为关的学校、议会甲注射中心了后，2个各关无必要服务的设施停止上班上课到2日。大部分地区已经灾害受到压电，拢是大雪，路积雪50公分，数十人吊伫车内，军队、消防队出动协助撤离超过3500人，摇挂人车片就离开，差不多1800台车陷伫雪中，也有部分地区停电。 极端冬天气候伫希腊北部山区常常看到，啊，毋过伫雅典、爱琴海小岛真罕见。阿尔皮斯自时来时阵，气温一暝之间降到-14度。气象专家表示，这是雅典自1968年以来第8出现连续2年的低温。这是去年2月雅典因为大雪，2个小岛4人死亡，数万户停電幾日間。Να μπορεί ας πούμε να τους έχει προβλέψει, γιατί εγώ και 10 μέρες ξέρω για τον καιρό. 10 μέρες ξέρω ότι ο καιρός θα είναι έτσι. Με τις απαραίτητες οδηγίες και συστάσεις για το έντονο καιρικό φαινόμενο.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機場，數百位受困旅客愈來愈煩。 土豆冰封連續2天航班大亂，大雪衝擊歐洲甲亞洲大陸，人口1600萬的伊斯坦堡一直落雪，部分地區積雪80公分。這條交通也受阻，當局宣布私家車暫時禁止上路。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譯。過來新聞，咱個來看台中的霧峰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哦，展出一張日本時代台灣銀行印的5塊古董的紙票，也毋過佇初七煞碰見哦。敢是去受看到一個人把這張紙票偷摕走，警方嘛已經找到嫌犯，移送法辦咯。這張名額5塊的銀票，頂懸印台灣銀行發行，這是日本時代佇台灣發行的紙票，高達已經有87年的歷史。原本佇台中霧峰的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佇個電視，毋過這個月初七，作向互偷摕去。警方接到報案了後，佇2月抓到涉嫌偷摕這張紙票姓江的男性。然後這張古早的紙票，加在嘛有順利，佫找倒轉來。我竊取之古董紙鈔共僅查扣，警方並將該古董紙鈔發還原區，全案依竊盜罪嫌移送偵辦。警方表示，這個姓江的男性1月初七對團來園區參觀，入去甲公民參與的電視空間。這張紙票放佇個電視拄仔頂，伊趁人無注意的時陣偷摕去。毋過這紙票敢若用一塊亞克力板啊嵌咧，3、2個仔撬開，就會互偷摕去。沒有加任何的鎖啊之類的那種。對，因為我們當初就覺得說這個很難拿起來，真沒有想到會有人刻意要去把它拿起。園方表示，這張紙票是記錄在1935年的時陣，舉辦台灣歷史上頭一屆的選舉。迄當中的條件是25歲以上，一年納5塊稅金的男性才有權利來投票，意義是真重大。也是我們在設計上可能一開始沒有想到的地方。那因為這個事情，我們也要求這個設計師針對我們展品的一些安全性，再做一些檢討。那如果需要補充的加強的地方，我們會再來加強。園方承認講，因電視放物件的方式有疏失，會建議把這個電視的圖啊封掉咧，嘛會增加派人員來巡邏的時間，避免佫發生類似的情形。記者綜合報道。
来看花莲那厝学生食物中毒，有真侪间国小学生去参加7天6暝行中行的活动，大旗救毒团的关魂山庄早暗开始就学生开始吐，今仔早起是有8学生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带团的家长是表示讲，早因为伫关魂山庄甲松石楼附近食饭。中间休息，我们在一个休息点的时候，我们有吃一个肉粽跟茶叶蛋。对，这个是由山庄提供还是我们自己同学自己准备？不是，那个是由那个中间一个休息站提供的。休息站。对，那时候因为我们有部分小朋友已经吃下去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大概抽单请他们自己衡量情况。那目前这8个小朋友送来我们医院，目前先从病史听起来大概还是有这个肠胃不适的症状，所以当然不能排除是肠胃炎。那什么原因造成肠胃炎之后还要再厘清。家长表示讲，学生目前已经送到花莲的国军病院治疗了，状况是个真稳定。也毋过，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学生无爽快卫生局会针对学生捌食过的物件来采检调查。再来看，因为本土疫情，各一段一寡行业拢受到影响了。过年特别到咯，一寡餐厅本地订单拢客满也毋过陆续都有民众促销，还是改讲要早登去厝里食。旅馆甲饭店嘛是共款互业者是一个头毛的烧。台东这间餐厅即马受疫情影响，原本订到大部分拢改做外炸，业者无用外送。不过业者上受影响的，就是过年的订单。即马用要被退订或者是减少倒数，因为疫情打乱真侪人的行程，业者要准备材料也真困扰。亲戚疫情关系不敢回来，那也有是桌数缩减的部分，那还有包括尾牙宴很多公务机关都是全数取消的。旅宿业最近也陆续接到订房改变或者是促销的情形，不过业者评估，虽然春节有2-3成游客退房或者是改行程，影响不大，因为马上都已经订北部客房游客改订东部，各补一成。不过也是真烦恼，去年疫情爆发的时阵，退了的情形会阁出现。有大概取消了大概2成，不过别的区域县市的旅客一样是想来这个花东旅游，所以大概最近又有开始慢慢补回1成左右。连续第3年，每次在过年前都会有这个病毒进来，然后所以在我们饭店业者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只能做好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的防疫。特别过年餐饮业受疫情冲击，连带甲餐饮有关系行业也间接受影响。旅宿业已经加强清洁消毒，希望提供安全的环境，让旅客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大峡早后，去年受到大水河影响，产期延后，产量减少，也毋过绩效是颠倒好最近嘛，当个大出，农民是惊到贼偷当地警察嘛专工来成立保护早爱专案，来加强巡逻。大峡的牛林蜜枣就亲像细粒苹果，即马开始大出。农会人员这几天无用咧包装，赶买伫过年前出货，有民众直接走来农会买。今年蜜枣受去年大水河影响，产季延后，产量减少，尤其大粒的价销嘛淡薄起价啊。市面上的1公斤嘛爱拍到180块，160块至180块左右。5两上的今年特别少。拍到300块以上，但是这细粒低的就是讲3两下的这，有得俗称就90块。大峡蜜枣才种100公顷，产量唔是高雄上济，不过品质好、价销好，这2档定有农民着贼偷，蜜枣全部互人偷办去。辛苦几年，佮用偷办去吼。嘿啊，种迄落的呢。以不定时、不定点、不间断的巡逻方式。来共同保护本辖大社的3宝之一。因为蜜枣产季开始，警方特别出动来护枣，加强过节园的巡逻。暗时看到警车的警示灯出现，农民嘛会感觉较安心。记者陈嘉文、赖维泽高雄报道。来看有一间新媒体集团互员工指控讲，对民国104年交打，公司是欠劳保局1700多万，造成员工无法度来申请约额聊停、上涨的补助、失业给付。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是表示讲，这案件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了。健保署嘛强调，虽然公司有欠健保费，也毋过劳工就医的权益未受到影响。年关将近，六新闻集团员工有苦无处诉。
来自受害员工的愤怒要求头家还钱。鸟新闻集团下卡3间公司表示，为民国104年开始，违法使用员工按个月交的劳健保、劳退金等，目前受害员工至少39人，推估总额1700万，也有员工的退休金减30几个月。公司负责人王宪邦一再表达，公司已经与政府谈劳健退分期，员工权益不会因此受损，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劳工要负担的成本。第2次劳资调解会上，他给了一个允诺要付款的时间，全部跳票，没有一个照时间支付的。一直到现在，这些钱也都还欠着。受害员工质疑公司负责人忘记清账款项，家己每个月薪水扣的劳健保、劳退金，公司竟然无交到政府机关，致诉要申请育婴留停、丧葬补助、失业给付，这津贴受阻，家己爱走几啊座公司补开证明，向劳保局报警。另外，央新闻下卡的华人健康传媒最近宣布停业。员工烦恼负责人若脱产，政府原本应该约回劳退金额，是不是拢约袂回来？我就是给你限期缴纳，限你什么时间内要缴，再不缴，我就是要给你所谓的行政执行。这个因为涉及到以我们公司财务状况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说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会跟你报告，案件我们确实在执行中。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表示，案件已经陆续移送强制执行。健保署表示，未因为公司欠健保费影响劳工就医。李伟认为，政府必要检讨即卖劳健保、劳退金欠钱通知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全台湾的鸡卵拢真欠货哦。农委会是表示，因为天气真冷哦，两家的生卵率是减少5%，大概要2月底哦，欠卵的情况才会改善。早餐店上届平常的煎卵饼，即马可能买袂到啊。头家娘讲，规间店敢若剩头前即篮卵，用煞都无啊。就算讲敲电话要叫货嘛，叫袂到。敢会当明仔载，因为即马卵当咧欠货。我只剩这一篮，一般来讲都会缺到2天，一天叫3箱，可能就是少给你1箱了。来到传统市场的大娘杂货仔店，看到规摊的卵箱啊，毋过煞看袂到鸡卵，规个拢去用扫了，顶悬佫写讲鸡卵已经卖完的告示。头家佫讲，这个鸡卵一个到3点钟内就互扫了咯。3个小时就卖光，维持20箱左右，不会多，他要多也没办法给你。鸡卵大欠货，有民众咧喊参讲，这个小卖价小嘛对咧涨悬，一台斤已经花到50块。很贵啊，现在已经50块啊，也不是很漂亮。没有货不是怕贵。熟客的话比较好买，卖完就没有了。农委会表示讲，产地价小，依市伫一台斤34块半，批发价嘛是一台斤46块左右。这个小卖迄头会安尼加贵1-2块啊，一台斤落伫个48至50块一卡兜。农委会强调讲，伫过年进前会来依持这个1个月两个价小拢未改变的政策。比较冷，而且日夜温差大，整个的产蛋率是下降至少5%。天气冷也造成了外食跟餐饮针对鸡蛋的需求也是成长非常明显。农委会表示讲，即马卵当咧欠货真安斗，目前卵的价数已经是上关卡，袂阁再悬咯。因若讲这个欠卵这部分，已经请业者或者已经休产的家母，阁再来投入生产，嘛会来加强调度，还阁有这个鸡卵加工业者嘛会来支援，办批上紧伫2月底。鸡卵的供货就会来回稳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科技部又搁要改制咯，要搁改登去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上紧3月份会挂牌哦。科技部部长吴正中是指出，未来国科会会继续来推动科技的创新哦。除了基础的研究、太空科技、半导体、人工智慧佮量子科技哦，拢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有跳跃性思考以上的科技部看板，未来几个月了后可能都看无咯。因为行政院组织改造法案已经伫去年底通过，上紧伫3月科技部会改造挂牌国科会。过去台湾的那个科技的布局是由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跟科技部一起来弄，比较偏重在上游这边。如果走到国际的时候，新的国科会应该是代表台湾的科技。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在做科技的布局，一定是要携手其他部会一起来做。
科技部前身是1959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委员会，2014年升格做科技部。伫组织法通过了后，今年改制做国家科学甲技术委员会。名号加几个字，未来会注重伫推动创新创业、基础研究等科技政策，其中亲像太空发展、加轨卫星、AI、量子科技甲半导体等领域，拢需要布局。比如说电动车，或者是我刚刚讲这个通讯。低轨通讯卫星这个几个项目都是台湾在2030必须要，而且很有机会可以帮台湾要上国际，它产生出来新的应用服务，这一块是台湾比较没有经验。对改制了后的新国科会愿景，部长吴正中有满满的规划，不过被问到家己是不是直接担任主委，伊话是真保留。我的 mission 是把科技部转型精进成新的国科会，但未来的政委跟主委不一定是我。新国科会定调是要发挥跨部会、跨领域的调度角色，做好政策统合甲资源分配优化。希望台湾的产学研究单位能继续带着半导体、资通讯等优势产业气势，伫全球的科研产业发展顶端摕到关键领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单位统计讲，去年立委高嘉瑜和男朋友起卡动手的新闻，上受到民众的关心。第二是刮车王力宏的事件，专家就讲哦，在疫情期间，人际甲亲密的关系是面对如何大的挑战。立委高嘉瑜和男朋友暴力对待，搁再显示出亲密关系暴力问题。新教育学会指出，2010年国内有163万外人次受到家庭暴力的对待，比起前一年成长8.8%。台北市2021年的顶半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次是比2019年同期增加36%。虽然数字安尼显示，不过无调查到的乌数恐惊搁较侪。台湾至少应该有12万人呢，遭严重亲密暴力之后呢，需要家暴防治的资源介入。但是呢，官方去年通报的个案数只有6.7万哦，落差极大，所以黑数的规模呢，可能有1倍之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有4成捌找人斗3工。学会讲，政府应该推广初级的预防。建立辨识暴力的能力和协助通报意愿。去年性感情感的新闻第6名，受到高嘉瑜事件影响。台师大中大学把亲密关系暴力纳入总听办法，也那是第2名王力宏事件，是提醒学校健康亲密关系性教育应该爱照起工来做。去年我们的统计调查，全台湾地区国中老师，国中的健康教育由合格真正会教健康教育的老师来教，只有28.3%。也就是71.7%的健康教育都被扣掉了。学会统计2021年和情感相关的新闻发现，疫情继续在发生，真侪人关注身体健康和防疫，但是人际和亲密关系在咧压力之下，就亲像急症同款，会造成更较大的伤害。10大新闻事件凸显台湾的性教育、情感教育和家庭教育拢无够。记者综合报道。人拢讲一粒米百粒汗，做事人种做是真辛苦哦。来看婚姻理论优车国小安排学生仔补产，即马嘛已经会当收成咯。嘛，互学生仔来体验挂稻啊，希望互因会使来定时食物，嘛了解农民的辛苦。学生囡仔手挂果胶啊，摕镰刀，规定咧挂稻啊，看起来袂输真简单。毋过人讲一粒米百粒汗，农民种作的过程是真辛苦。挂稻啊是着爱苦几工。左手戴手套，然后这样握着，然后右手拿镰刀，然后这样割，然后割完，然后就可以这样拿着，然后去抱成果。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到农夫割稻的辛苦。那我们插的秧呢，也经过日晒风吹，终于长大了。我们终于可以割到这些很好看的和好吃的米。伫婚姻二轮优车国小，学校特别用一片地来做实农教育，互学生亲身补产，也互因家己挂稻啊，体验规个种作的过程。让小朋友来体验先民开垦那个耕田种稻收割的那个辛苦，会跟他们引导说，你看祖先就是这么辛苦我们所以要珍惜我们饭桌上的每一粒米粒让他们知道说要克勤克俭要节约要努力才会有收获。
学校安排学生行出教室，带因到田里实际捕田挂稻啊。透过体验证照，让学生会当了解做田人的辛苦，也着知影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田头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学的本土语课程，伫今年8月份要开始实施。目前咱全台湾有13000多个本土语言的老师哦，也毋过高中及在业老师只有44个人。因为安尼哦，教育部伫休寒的期间有推出5000个人的培训计划，敢若台语的线顶研习就有3个班，有730个在业老师会上课。各位老师。大家好，午安，大家好。闽南语认证寒假辅导班第2天，已经报名的高中职老师准备上线。伊拄啊爱搁拍声调入去，伊就有遮尔侪字会使出现，上近的你就会使用台语去思考。中央辅导本土语言团团员黄宗宪老师讲解认证考试，分享学习闽南语小撇步。同时间，另外2个班也咧上课。高中本土语文教育中心统计1月24到28第一梯次，头一天伫闽南语我730位老师签到，客语179人，阿美术语77人。为安怎要大量辅导？因为目前全国13000多名本土语师资，高中在职教师只有44人。私立延平高中公民老师刘玉玲参加去年研习，已经伫去年底通过客语中高级认证。因为我自己客家人，然后我平常也有在讲，那我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优势，在家里面比较少讲自己母语的老师们来说，我想这个准备过程应该会相对辛苦很多。延平高中地理老师王乃真是通过闽南语中级认证，佮通过中高级认证。8月新学年也加入本土语教学，因为老师讲，就算通过认证，有完烦恼教学有落差。我要准备什么样的教材，要教到哪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就会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老师讲，甲学生互动毋是问题，也毋过教学方法甲教材连接又还是挑战。期待教育部提供这方面的研习，提升质量。记者综合报道。经过30天的太空飞行，人类有史以来上大的微波太空千里镜20时哦，已经飞到伊要执行任务的所在咯。目前是爱先等下伊甲温度降落来，经过校正了后，打算今年的热浪就有机会开始运作。在地球走的哈别太空千里镜固定伫离地表530多公里的轨道上，甲伊比起来，微波离地球就达到150万公里。当时为了让微波会当伫稳定佮寒冷，也就是温度爱加到摄氏零下几600度的环境，互光学仪器会当伫完全无受到日夜且发光体影响下来执行精密的观测任务，都必须互微波保持伫地球卡正对日。所以主导这个任务的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选择符合这个条件的拉格朗远日点 L2 来做执行观测任务的所在。当然开30天飞行，差不多150万公里。微波千里镜毋是马上就会当开始工作，飞行途中所吸收的日头光提高仪器的温度，所以爱互微波用几个礼拜时间好冷，所以爱过差不多5个月进行校正仪器的停输，安尼才会当翕太空影像传回地球。一定今年热天才会使做。The first year of JWST science observations has already been planned, and we will be looking at things in the universe ranging from objects within our own solar system all the way out to searching for the very first galaxies to be born after the Big Bang and everything in time and space in between. NASA 指出，用100亿美金的微波太空千里镜，原本一定使用寿命是5年至10年，也毋过因为发射的过程执行了真好，任务期限会当延长10年甚至更久。也就是讲，为今年6月一定开工开始算，微波会当为太空观测贡献至少到2032年以后。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来看，芬兰有一间公司利用咖啡泡甲回收的塑胶管啊，做出环保的运动鞋啊，咱做伙来看卖。这双鞋是用咖啡做的，不过更加准确的是制作咖啡所存的咖啡泡，一个再生塑料做做材料。And coffee waste is a bio waste, but it's actually produced like a lot of methane, which is like 32 times more potent than CO2 greenhouse gas. So what we do here is that we just extend the life cycle. 美国国家咖啡协会估计，全世界一天啉超过20亿杯咖啡，因那台湾每年啉差不多6亿杯外在咖啡，
伫即马咖啡本素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大地的涂骹，不过大规模的咖啡泡大条的，会产生真侪甲烷的气体。甲烷就是造成地球暖化凶手之一。来自越南伫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生活工作的2位少年人，2017年有用咖啡泡做伙的想法，2019年伫公众募资比赛募到90万美金，成功做出这项用咖啡泡加回收塑胶杆做的运动鞋。这种运动鞋功能性真好，高兼顾环保。 We want to be a brand where it's like, yeah, we make sustainable products, but they are cool. They have like really cool functions. People can actually use them. 这项用咖啡泡做的运动鞋，重差不多460公克，其中咖啡泡占300公克，差不多是21杯的咖啡泡。所剩的160公克是用差不多6个塑胶杆的回收材料。另外，研究团队也佫用纳米科技，会当100%防水。咖啡泡的再利用未来也佫真大。 Which is like we made it from waste-based material. It can be coffee waste again, or it can be something else. 流行产业一直互人认为是排伫石化产业后壁，全世界第2大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伫即马有咖啡泡的元素，若是互流行时尚产业有新的创意，也互咖啡泡本素有新的再利用。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 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